咱台湾有7位下党派立法委员，一礼拜去到美国华府，离岛去到国会山庄，针对川的关税政策，立委和执政党参议员见面，要来推动避免台美相订扣税法案，替台美谈判铺路。针对着这国防安全议题，参议员希伊是当面提出访台计划，表示想要来到台湾是在了解咱国军的战备能力。来看这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咧华府的报道。立法院台北国会议员联谊会7位成员，离到今日美国国会会见参众两院4位议员。共和党新科参议员是以会中提出访问台湾的规划，伊是海豹部队出身，更加关注台美国防交流。It's important we have strong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the military there. That's a hugely important trade corridor, the Straits of Taiwan. And obviously, it's a massive trading partner for us,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our semiconductors and computer chips. So it's important we maintain strong relations, and that's what we're going to do. 共和党内对川普政府假讲，定提出无共意见的参议员兰克福特，也伫家己的办公室招待咱国的立委。众议院方面，国会台湾联线共同主席贝拉、加迪亚斯巴拉特，跨党派联手会见台湾立法院3党立委，加驻美代表吴岱雷。除了每回国会交流的必考题国防安全，这回我方代表也力推避免台美双重课税法案，希望参院议员能够支持，让台湾熬过川普的对等关税政策。台美快速相同税收减免法案已经伫美国众议过关后一步，等待参议表决，才会当送到总统川普手中签署。咱国立委认为，这项法案涉及台美的对等关税谈判，避免双重课税的问题啊，因为这个也涉及到我们接下来跟美方之间的谈判，还有如果说希望有更多的这些到美国投资的这些项目或者厂商，应该沟通了一些，不管是避免双重课税，现在在参议院最后一里路啊，那以及台美之间军购的议题，以及台美合作训练的议题。立委访问团后手3日，除了继续国会交流，也会拜会行政部门，甲华府智库为国防国经贸甲美国交换意见。公司国际记者采访报道。